来看家扶基金会公布，因去年帮助26000户弱势家庭，这3户内底就有1户是为家长破病带来经济问题，致使少年囡仔就要担起照顾的责任。家扶基金会是希望会当募款帮助一寡弱势家庭的囡仔，会当改善散车的困境。照顾厝的人是逐工的膝头，15岁高中3年级的子怡，因为爸爸甲阿兄破病，爱做厝内膝头，搁爱落田做代志。就算真有志气考调第1志愿，嘛因为需要照顾厝的人，决定放弃，选择离厝较近的学校读册。伊上介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唔免搁当。如果有一个机会，我想要真正的释放自己。家扶基金会甲影后贾静雯导演杨丽洲合作拍微电影，联合为善车儿少甲家庭讲话。捌伫少年时阵负担家庭重担的代言人贾静雯表示，这弱势囡仔需要改变的力量。我觉得这个翻转是非常有意义的，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说实话，大家的原生家庭都是无法改变的。去年互家扶辅助的有26000户弱势家庭，超过8000户的家长面临健康问题，每3户都有1户因为家长有疾病来困扰，弱势儿少被迫爱变照顾者，家长破病搁带来经济问题。当你受到健康因素影响的时候，你就马上就没有收入了，所以这对整个家庭经济是影响非常的巨大。去年家扶基金会发出将近5000万急难救助金，中大医疗就占70%。今年家扶的募款目标是7000万。家扶表示，家户需求逐年提高，希望募到款项来做急难救助加建构脱贫能力，协助因渡过难关，重新站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